此次由萨哈雅各特共和国在全俄首创举办的友城论坛活动，既是两地人民增进了解、扩大共识、促进合作的桥梁与纽带，也是各界与会代表广交朋友、寻找合作商机的良好平台。活动的成功举办，必将推动中俄地方间的务实合作取得更大的发展。这次机会，我向致力于推动黑龙江省和萨哈雅各特共和国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发展的各界朋友提出3点倡议：一是加强官方交往，引领合作方向，推动双方政府、议会及政府部门间建立高效的工作交流机制，为各领域务实合作做出顶层设计和科学引领，通过团组互访、信息互通等方式推动地方发展规划对接，及时相互通告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重要政策举措和投资项目信息，为双方企业建立直接联系并开展互利务实合作牵线搭桥，助推双方企业合作进一步发展。那么这次我们黑龙江省代表团来访并参加友城论坛，受到了萨哈雅各特共和国的热情接待。我们行政长官先生、主席先生分别会见了我们代表团，并和我们代表团就加强两地各领域合作，特别是务实合作、项目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洽谈，也达成了许多共识。那么我们感到这次来以后呢，收获很大，所以这也证明我们双方高层之间、政府间加强互访交流非常非常重要。二是培育重点项目，释放合作潜力，紧紧把握中俄关系高水平运行的历史机遇，以两国元首签署的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为引领，加强两地之间优势产业对接，支持企业在做大做强经济贸易、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优势合作项目的同时，积极开展高新技术、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项目合作，努力培育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合作项目，进一步提振合作信心，壮大合作的主体力量。那么这次我们来参会，除了黑龙江省的代表团，我们还有8个省辖的市县级政府的代表团，这足以证明我们黑龙江省包括我们各地政府和我们萨哈共和国的这个友好关系以及合作的愿望。这里呢，我特别建议我们萨哈共和国包括我们行政长官、共和国主席高度重视、强力推动的。刚才行政长官先生也提到了，就是关于中国的漠河到俄罗斯加林达的这个跨江的大桥的建设。这个项目建设，我觉得无论是对萨哈共和国开辟打通到中国的物流通道，这个扩大我们双方的合作规模，还是对黑龙江省来讲，也是我们在原有的出口贸易通道的基础上，我们又打开一个直接联系通达我们萨哈雅各特共和国，甚至到达北极的港口的这样一个新的贸易通道。所以这个通道的建设意义非常重大。那么刚才行政长官先生已经向各位介绍了。那么这个项目呢，黑龙江省是高度重视，
我们在和俄罗斯的阿穆尔州和我们萨哈共和国，我们3方联手，在强力推动这个项目，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我们中方呢，已经对这个大桥这个建设的预可研报告、项目这个规划，以及这个我们后方通道的铁路建设，都已经提出了一个规划的方案，大桥的设计已经初步完成。有关这个投资的出资的方式投资的模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我们现在就等待我们两国这个要把这个大桥项目列入到两国总理定期会务委员会下设的交通分委会今年的正式议题。如果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这个项目，我们相信这个大桥会很快的能够开工建设。那么等到大桥建成那一天，那我们两地之间的往来就会更加便捷。我们那个物流通道的运输能力要达到2000万吨以上，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个大桥早日立项开工建设。这里面呢，我就特别建议呢，萨哈共和国要继续和我们俄国的俄罗斯的阿穆尔州和黑龙江省政府一道，我们紧密联手，加快推进这个通道的建设。三是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文合作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夯实中俄合作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我们要进一步的加强体育、教育、旅游、文化艺术等人文领域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全力打造人文交流品牌活动，夯实两国人民相知相交相亲的民意基础，为中俄友好添财加薪。同时呢，在一位已建立的良好合作基础上，我们积极探讨建立更多的友好城市关系，筑牢我们合作的基础。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黑龙江省愿与撒哈亚共和国各界友人一道，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框架内，密切合作，携手共进，助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攀新高峰，再结新硕果，更好地惠及两国两地的人民。最后，我也代表黑龙江省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预祝本届有成论坛活动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工作愉快，身体健康。我们也诚邀撒哈亚特共和国的朋友，要到黑龙江去访问、交流、探讨合作，因为我们之间往来还是非常方便。昨天下午，我们从哈尔滨直飞雅库茨克，空中飞行时间2个小时50分，我觉得很快，很方便。欢迎大家到黑龙江做客，谢谢。